運動唔一定淨係得跑步、跳遠，亦唔係汗流浹背先叫做咗運動。近年有唔少研究指出，短時間進行高強度運動，例如公園急步行，喺辦公室做快速原地跑，效果同傳統連續嘅中等強度運動相若。運動新認知系列第一集教大眾點樣將運動融入生活。太忙、太攰、冇氣力做運動，相信係好多都市人嘅寫照。康文署早年就港人嘅體質發表調查報告，指受訪嘅約3%成年人未達到世衛體能活動建議，每星期進行最少150分鐘中等強度運動。受訪嘅20至59歲成年人，約60%體能活動不足，比率較高。體育運動科學教授潘子俊呢一日正喺度為主修體育嘅學生用儀器做體能分析。佢話運動並唔係運動員或者教練嘅專利。好多人咧對於運動第一個諗到嘅即係可能個藉口就係我冇時間做運動，因為我工作好忙碌。咁但係其實近年嘅研究都同我哋講咧，就即使可能一啲短到係5至10分鐘嘅運動咧，咁其實主要可能你喺每日嘅時候，可能你早午晚都抽啲時間去做，其實咧都係可以對我哋嘅健康係有一個好好嘅改善嘅。佢話近年有外國學者提倡高強度運動當做零食一樣，隨時分佈喺一日任何時間進行，希望得到同等健體效果。例如做文職嘅人，可以喺返工之前或者午飯時間抽1-2分鐘，甚至幾十秒去進行高強度運動。例如到後樓梯跑樓層，喺辦公室做快速原地跑，或者公園急步行等簡單體能動作。每逢可能有一啲短嘅休息時間，你都去即係可能做一啲嘅伸展，或者係可能係即係周圍行下嘅。透過短時間嘅高強度運動同埋休息相間咧，短時間入邊就提高嗰個嘅心跳率，嗱就達到一個嘅訓練效果。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就都睇到啦，其實透過做高強度間歇訓練咧，個效果咧其實係同我哋即係做傳統嘅中等強度連續運動，咁係可能需要係可能講緊半個鐘以上一次嘅，個效果其實都係相若嘅。咁無論對於係改善我哋嘅代謝健康啊，或者係減肥嗰方面咧，對於好多朋友嚟講都可以係一個額外嘅選擇咯。心臟科醫生同樣認為短時間嘅運動對心血管健康有好處，而想得到運動成效，佢話運動嘅時間分佈亦要明智。跑完覺得舒展咗啦，咁呢個中強度嘅運動5分鐘其實都有幫助。咁但係如果我散開佢，例如我5分鐘即係每分鐘60秒，乘5就300秒。如果我分開係10次跑30秒，即係每次都除一除跟住停，除一除一停，嗰個效用就冇咁大嘅。簡單嚟講，耐唔耐要我哋將個 engine 身體要發揮咁上下，令到自己可以出下汗啊，有一個至少中強度嘅運動。如果心跳去過超過100，就叫做相對快啦，係所謂過快，我哋就要留意咯。最近嗰啲研究文獻嚟講，係如果好短時間運動，其實對我哋嗰個心血管風險都可以大大有所裨益嘅。少至5分鐘，個血壓都可以下降。長期採取一個包含咗運動元素嘅生活方式咧，都可以大大減低死亡率，講緊係3-4成。要喐下，有時候都需要一啲推動力。俾 Frankie 講下。我叫 Frankie， 今年46歲，係個大專教師。小學時期嘅佢已經係學校田徑隊成員，但係投身社會之後工作繁忙，一度減少做運動嘅時間。工作壓力都大嘅，有試過要通頂啊，身體差咗啊，唔夠瞓啊，瞓得差啊。可能大半日冇精神啊，瞓完好似冇瞓咁啊，就係咧覺得身體差咗咯，咁我頭痛啊，心跳啊。呢一日帶領母校嘅舊生進行田徑訓練，佢話之所以重拾恆常運動習慣，全靠朋友推動。想 keep fit，都係想有啲運動，
有啲係想翻嚟揾翻啲朋友，揾翻啲舊同學。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我哋去建立翻多啲人際關係啦。個氣氛好就自然佢哋就翻嚟又翻得輕鬆啲咧。拉筋好，舉下嘢好，舉唔使舉翻以前咁重㗎。我冇對以前自己嗰個 standard 擺翻到而家，咁就輕鬆啲，由慢跑啊、拉筋啊，啲輕強啲嘅嘢開始做起。立腳 pat pat 有冇用力？本身髖關節痛嘅佢，運動後痛症亦逐漸有好轉。覺得佢冇咁痛咁樣，亦都有 keep 住治療嘅，咁逐漸就甩咗啦。物理治療師話：做啱運動先可以有效舒緩痛症。其實運動係一個好有效舒緩痛症嘅方法，增強個肌力之外咧，更加可以幫助到我哋增加個血液循環啦，促進到我哋呢一啲組織嘅康復啦，產生一啲天然嘅鎮痛劑，例如譬如安多酚嗰啲咧。咁呢啲物質咧，其實對於一啲慢性痛症或者痛症有關嘅引起嘅心理影響，譬如焦慮啊、抑鬱呢啲症狀咧，其實都有好大嘅幫助。我哋一般做一個痛症病人嘅評估，包括可能佢一啲姿勢嘅評估啦，佢一啲關節幅度嘅評估啦、肌力嘅評估啦、功能嘅評估咁樣樣，其實好全面同埋好詳細嘅。咁然後揾出咗個問題之後咧，我哋就配合一啲唔同嘅治療方法。T 字，屁股低啲，大隻，好攞翻去。Ivy 同樣因為痛症纏繞而開始運動。我係 Ivy，咁我係一個全職嘅場地演奏家嚟嘅。我真係唔中意做運動，咁但係我一定要做運動，因為我勞損得太緊要。做 Pilates 練好多我哋嘅 core muscle，咁其實對我演奏都有一個好好嘅幫助。所以咧，首先咧，你放翻平個膊頭先 ，yes， 然之後個背脊拉直啲 ，yes。練習一啲普拉提嘅動作，由嗰陣時開始咧，大家就發現原來其實自己嘅姿勢起到咁大作用嘅，保護我哋嘅關節，仲有咧就係控制個身體。上嚟咧，你係放輕俾個人。而家普拉提運動都好普及，訓練到深層一啲核心肌肉嘅一啲運動。核心肌肉群，咁佢咧就係位於我哋軀幹嘅部位啦，包圍住我哋嗰個軀幹嘅中心位置嘅。佢由呢個橫膈膜啦，去到骨盤嘅底部，維持我哋身體軀幹嘅穩定性啦，保持我哋個身體平衡，然後咧幫助我哋上下肢發力嘅。核心肌肉群嘅肌力唔夠咧，最常見就可能出現一啲姿勢唔正確啦，可能譬如駝背啊或者圓肩嘅動作，佢好容易出現一啲勞損啦，咁引致一啲痛症嘅產生。唔可以話普拉提係所有痛症都適合嘅，如果做錯嘅時候咧，可能幫助唔到你嘅痛症啦，甚至乎加劇咗你嘅痛症。正所謂萬事起頭難，為咗健康着想，不妨嘗試踏出第一步。年紀唔係限制，一切都係由第一步開始，咁慢慢學習就會適應得到。你個身體對佢要求高啲，咁佢俾你嘅嘢就多啲。將運動融入生活，再將習慣感染其他人。一齊玩猜波，可能執波執到出汗，我都會覺得唔係咁辛苦嘅。我就係憑意志去同自己講我要做嘅，係難嘅，但係我覺得需要。我出汗咩？